算了，跟你妈说一声。哎呀，说什么呀？刚才在那儿把那房子定金都给交完了。哎呀，你爸性子也太急了。是我爸他人就这脾气，我都没法说他。你说卖房这么大的事，不跟我商量商量，说卖就卖了，你那怎么办呀？定金也交了，房子也买了。你爸对你够好的呀。我爸对我是太好了。这个小米，那个我现在把这个局势给你分析一下啊。现在是这样的，我爸呢把老家房子给卖了，那他回老家呢就没地方住了，所以他就不能回老家，可能就得在北京常住。在北京他们哪有地方住啊？所以就咱们住在一块儿。不是，你说我们跟你爸一块住啊？对，咱们仨住在一块儿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很难接受，这个事实确实不合理，而且不太合适。因为你看咱们都是年轻人，对吧，小米？你就跟老人在这作息时间各方面，这都搭不上，会到时候可能会挺别扭的。不是，但你说怎么办？你说这父母，我爸这都为了谁？不都为了咱们好吗？你说咱俩能看着这老头回去，那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你也不能答应。所以说那，因为咱们都是孝顺的孩子，是吧？我是没什么办法，他就是来了呀。你看来了。有什么话进屋说吧。淑华，这是干嘛呀？我给你送荔枝来了。哎呀，我不吃这东西，我怕胖，这东西太甜了。哎呦，这怎能够发胖的？我跟你讲，荔枝啊，它含有很多的维生素的 ，A、B、C， 尤其是 E 呀。女孩子吃了之后，满面红光的，脸上在发光的。你坐下，坐下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得到的，是朋友由广州坐飞机到北京，立刻给我送来的。我给送给你来了。您干嘛呀？这么客气？现在吃荔枝很容易的，古时候可不行的。你想杨贵妃晓得吧？知道。这是。唐明皇为了让杨贵妃一笑，就由广州把新鲜的荔枝骑着快马运到宫里来，很不容易的呀。那个马呀，嘎哒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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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一个驿站呢换一匹马呀，嘎哒嘎嘎哒嘎嘎哒，再到一个驿站又换一匹马，嘎哒嘎嘎哒嘎嘎，一直用到宫里头那是很累的，我跟你讲。不是我累，是那马累。我是有诗为证一骑红尘妃是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您什么意思？您还让我给您笑两下？不是让你笑笑，你只要尝一尝，高兴就好了。谢谢啊。刚才我数了一下我的荔枝一共是48颗。48颗，你可以吃8天的，每天不要超过6颗，你去吃它。吃多的话上火要流鼻血的，哗哗的流的。吴伯伯来啦！哟，敏儿回来啦！哟，我得给闺女做饭去。对不起啊。你我也要走的。走了。小米越来越漂亮了。是吗？我给你妈妈送荔枝来了。你也可以尝一点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吃6颗就可以的不要吃多了。好的呀。吃多了会流鼻血的，哗哗的流的。晓得了。这回吴伯伯慢走啊。好的，这回。干嘛去了你？你不是不管我吗？嘿，你住在我这儿，我就得管。再说了，我告诉你我想管你管你，不想管你我就不管你。今天我想管你了，怎么着吧？上哪儿去了你？说。我去见金亮他爸了。他
他爸不是回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什么毛病啊？他们家这人来回折腾。我问你话呢。你少吃，你这吴伯伯给我的。吴伯伯说了，让我吃。再说了，你吃多了要流鼻血的，哗哗流鼻血。讨厌！哎，快点，我饿了，快做饭去啊！我打你，我把你惯着。你打得着吗你？死丫头！我这事儿可就拜托你了啊！哎，不用客气。不好意思，我有重要客户的电话，我要跟他说点事儿。行，那改天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不送了啊。好，喂，你干嘛呢？我能干嘛呀？我正忙呢，在单位呢。有什么事说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咱家米儿的事儿你就不打算管了是吗？一点都不管了，是不是？我这正忙呢哈，再跟你谈事，咱回头再说这个事啊。你甭回头再说，我就让你现在说。我告诉你啊，老米饭，你回家跟你们家王琳琳说，让他必须得去问问金亮他们家人，他们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现在一个个全忙活着，谁都不露面。干嘛呀？他们这婚还结不结？打算？啊，行，我回头让那个琳琳问问，好了吧？不是有他们家这么办事儿的吗？哎，哄着人家闺女把证给领了，领完了以后黑不提白不提了，啊？拿我们当什么人呢？欺负人呐！啊，我知道了，好，就这么说吧。好，我正忙着呢。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。真是，我跟你说了，不听。你给我看看今天有没有我的手术安排。金大夫，别老掰了你那手机，一会儿非让刘主任给你没收了。知道了。金大夫，今天下午1点半有一个宫颈息肉摘除手术。金大夫，你是射手座的对不对？射手座的男的呀，腿都特长，巨帅。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是摩羯座，还记不住？哎，我不是让你回去查一下，你是不是生错了？我的上升星座是射手座。你看我说的吧，跟射手有关的星座，这个月桃花星都是5颗的。小雪，猜我什么座的？你呀，肉做的。哎，金亮家的事儿你说了吗？让我跟金亮他们家说，我说得着吗？不是，你不是跟他们家亲戚吗？那个我跟王日华吧，有些话还真不太适合说，你就帮他打个电话，把意思说到就行了啊。王世华不说了吗？你们家的事儿让我少掺和。他那是气话，你跟他一般见识，别计较这个了。哎，王志华好不容易松口了啊，咱们得趁热打铁，把米儿的婚事定下来。你就跟金亮爸说一下呗。算我求你了，好吧，帮忙，好不好？帮忙。我为什么帮他呀？啊，我帮一次骂我一次，我挨骂没够啊？不帮。哎呀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我跟他爸总共就见1面，走在大马路上都不见得认识他。这下好了，马上住在一起了，你说怎么弄啊？嗨，这有什么的呀？金亮他爸又不是外人，住着住着不就熟了吗？我跟小亮，我们2个人1天2人世界都没过过。这要是跟他爸住一块儿，他爸肯定管东管西的，我哪敢说话呀？跟我妈还能顶顶嘴、闹闹脾气，跟他，我可不敢。与其这样，我宁可租一地下室，哪怕苦点累点，我也愿意。最起码我们2个人自由啊。那就甭一块住，单过不就完了吗？我也想，可是他爸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，给我们俩在北京买的房子。你说我要不愿意跟他一块住，他爸得多伤心呢。我可说不出来这话，小亮也不可能答应。你瞧你，
结婚时候不是挺痛快的吗？不管3七21，您就结了。现在倒好，前怕狼后怕虎，一会儿这儿不行，一会儿那儿不行的，累不累呀你？我这跟你诉苦呢，你倒教训起我来。我问你，这事儿要放你身上，你怎么想？你怎么办？要是将来我结婚啊，我先谈条件，条件谈得拢就结，谈不拢拉倒。你以为结婚是谈买卖啊？照你这样想，你一辈子当老姑娘吧。我当老姑娘怎么了我当老姑娘我也比你现在这样强。快看，好不好？你看大客厅啊，这是餐厅，你看这地桌，我跟你说，人家都是新铺的，还有这墙壁纸也是新贴的，家具是送给咱们的，你知道吗？窗帘也是送给咱们的，你来快看，人家把这树都给咱留下了。是，那树能给拔走了吗？还种那么多菜呢，都留下了。我跟你说，小米，你别以为爸这是买的2手房，其实人家1天都没住，跟新房是一样的。刚装好，他儿子在澳大利亚读书，来了封电报，你这2口子哗啦一下子全陪读他儿子去了。新房我是按照2手房买来的，咱捡了个大便宜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空调，你看。这家伙要多少度有多少度，想要低点，啪一下，你看这你都会使了？人买房的小伙子都教我了。还有，这是你俩的新房啊，在这屋。爸，你住哪屋啊？我住那屋，阴面那小屋啊，也小不了多少。这边是阳面，我那边是大窗户。不行，哪能让你住小屋？这样，小米，咱俩住小屋，让爸住这阳面的大屋。那哪能行啊！我跟你说，小米，新房必须在阳面，每天阳光照进来，这叫什么？蒸蒸日上。门口那副对联，你看没看见？我可喜欢了。你知道咋写的吗？啊，5福100福，全家福，千春万春，满堂春呐！还有对联的门口。对呀。啊，我买房子跟他都有关系。快去看去！快去！怎么样？好，太好了，这屋里真挺大的。没问题，过2天我就去买家具了啊。你看你不能再花钱了吧？这买家具家电的事就交给我们俩了啊，你就不用再操心了，我们俩负责。剩下的钱我们来出吧，您别操心了。对。爸有钱。哎呦，爸，您这钱你留着点行不行？您不能好像把钱全花我们俩身上了，这我们俩出去不得挨着骂呀？是不是？你以为我傻呀？我这叫投资，以后我还等着你俩养我老呢。你这话说的，那你要不给我买房子，那我俩就不养你了。这真是，那肯定得养你啊。有你也省着点儿，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那办婚礼不花钱呐？小米，你回去跟你妈说，你说我来北京了，选个日子，我想会亲家，啊，你跟你妈一定要强调。虽然我没什么本事，也没什么钱，但是我尽量满足啊！你放心，小米，爸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不着急吧，咱先把这房子的事儿先弄好了再说呗，不急。没事，我回去我就跟我妈说。不着急。对，那也得抓紧啊。别跟这溜大街了，行不行？我真溜不下去了。哎，咱俩坐着把这事儿说说啊，让我这心里老是不踏实。哎，你跟我爸爸说话，这房子就收拾好了，那咱俩就得搬过去住。这么快就搬过去了？那怎么也得布置，拾到买家电什么的吧？我跟你说，小米，你别跟我装傻啊！我说的是这些家电都置备齐了，房子也都收拾好了之后，咱俩就得搬过去跟我爸一块儿住。
没啥意见吧？我哪有什么意见呀？真的，你真没意见？太好了，你看我还怕你不乐意呢。你爸都做到这份上了，我还能不乐意呀？我米小敏又不是没有良心的人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你说我上哪儿找你这么通情达理的媳妇儿去？我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？至少8辈子。行了吧你啊，就知道说好听的，谁知道你以后怎么对我呀？还有，这以后要是住在一起了，我和你爸要是有点矛盾呐、摩擦呀，你帮谁呀？我帮你啊，我肯定帮你啊。嘿，这什么眼神？感觉不相信我是吧？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老婆，我爸这人你不了解，特别讲道理的一个人。你看，再说你又这么通情达理，你俩在一块儿绝对是一拍即合，特别好。你呀，一说到实质问题你就开始抹稀泥。不信以后你看我表现，绝对让你满意。别说以后了，先说说眼前吧。这我待会儿回去怎么跟我妈说呀？这见面的事儿。那早晚都得说，要我看就直说。喂，老米饭，我昨儿跟你说那事儿怎么着了？怎么一直没信儿啊？哦，你说金亮他们家那个事儿哈，我给琳琳说过了。这2天他就打电话过去问问，好吧？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。不是打个电话能累死你们是怎么着？打个电话不就几分钟的事儿吗？怎么这么费劲呢？诚心拖着是不是？我们俩都挺忙的呀，什么拖？他是顾不上，不是他闺女是吧？你也顾不上是不是？也不是你闺女是不是米饭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非让我上你们家求你去是吗？我得到你们家给你下跪，给你那小老婆下跪是吗？那行，我这就去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们下跪，行不行？啊，别，那个我求你了，你千万别来，好吧？这是我错了，我做个检讨，好吧？我真的太忙了，我给忘了。这样，我一会儿下班回家见到王琳琳，让她马上打电话过去问问，好不好？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我告诉你啊，必须今天啊，打完立刻给我回话，告我一个结果。就这样，拜拜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哎。站住！干嘛？也不跟你妈打个招呼。嗨。哎。打完了，我走了。滚！干嘛？这。干嘛呀？过来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过来就过来，凶什么凶啊？有事儿说事儿。王阿姨，什么事儿说啊？房子租的怎么样了？哪天搬走啊？找着呢，您放心，不会赖这儿不走的。哼，就跟你没赖着我似的。你在我这儿赖了多少年了？我告诉你啊，米小米，你可能不了解社会上的情况。现在你们要想在通州租一居室都得2000，加上水电物业你们就得2500，加上交通费那夯不啷你们就得3000了。你们俩人挣多少钱啊？啊？在通州那地方一住，你们5点就得起床，5点半就得出门，要不然你们上班可天天迟到。谁说我要住通州了？我就在 CBD 租一个地下室。我实在逼急了，我就在咱家楼下我租一地下室。我只要您睡得着觉，我无所谓。太可笑！我有什么睡不着的呀？你们俩住在我楼底下，我更高兴，我还治好了失眠了，我天天。我吵死你们！哎呀，一个大小伙子结了婚，拉着新媳妇就住地下室去了。哎，恶心不恶心呢？哎，这我的主意啊，不是小亮主意，跟他没关系。哎呀，爹亲娘亲不如前亲呢，没钱亲娘都不亲。小白菜地里黄。2岁3岁没了娘，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把我说死了，你是不是？这死孩子！哎，这不是你自个儿要租的地下室，你怎么赖上我了你？我没赖您，您这么宽宏大量，我怎么能赖您呢？是不是？您又没赶我出去，现在我谢您还来不及呢。行了，明儿你别气我了，行不行？
啊？你妈现在身体不好，更年期，这心脏没事老突突的。你就跟我说句透底的话吧，说句实话吧，你就告诉我他们家什么意思？娶了媳妇就这样了，黑不提白不提，就这么着了，是不是？他们家也没说不管啊。他爸上次来北京兜一圈就走了，这管什么了？见都没见过一面。是啊，您不乐意呀。他爸说要见您，您不愿意见呀。谁不乐意啦？你这么说，您愿意见？那我赶紧约一下。行了吧你，我才不乐意呢，我不乐意。还是吧，不见拉倒。我马上找房子。我告诉你，我租了房子就走，不找您烦。哎呀，形势很严峻，形势很严峻啊！形势真的很严峻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那个金亮他爸的电话号码给我，我自己打，行了吧？号码多少？没人接。不在家，去哪儿了呢？我哪知去哪儿啊？电话我可打完了，没有什么事儿。别，你打他手机，打他手机。呀，有完没完呢？不打。你都不让你打个电话，有这么难吗？打一个怎么了呀？行，你不打啊，等王淑华打上门来，够你受的。你拿王淑华威胁我？行啊，老米，你让他来闹，啊，来闹我。我告诉你，老米，你这样惯着他，咱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妈，我帮你洗啊。行了，你甭管。哎，对了，你说什么？小亮他爸又来北京了是吧？这样吧，我反复想了想啊，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见他一面，我倒要看看这个皇亲国戚是个什么样。哼，您要是还是这态度，那还是甭见了。凭什么呀？这事儿我说见还就得见了。知道吗？这事儿丈母娘可说了算。我告诉你啊，明儿你就告诉他，明天就必须见。明天要不见，这辈子不见了。坐这儿。找的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见面啊还是谈判呢？哎呀，就见个面。还迟到，这小地方人就是没礼貌。长头发的是还是短头发的？短头发的是我丈母娘，长头发的是小米。这也分不出个来，太年轻了，你丈母娘。说这还迟到，你南方还迟到，这小地方人就是没礼貌。咱俩出去吧，要不该发火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妈，哟，我爸在这儿呢。啊，哟，啊，您好，金大柱。王淑华。啊，你好。您好，哎，请坐。好。爸，你坐。实在是对不起啊，我来北京这么些天了，也没有去拜访您。一是有点事儿耽误了，二呢，也是怕打扰您。嗨，哼，有什么怕打扰的？我就是一闲人，随便打扰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俩孩子登了记都1个多月了，
咱这当父母做亲家的才第一次见面，确实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听着都有点不可理喻哈。怪我，怪我。对，责任全在我们。这不，忙完了以后，就赶紧过来拜访您了吗？那什么，那个爸，我给你点个茶。妈，你喝什么？我去。行了，你别忙了，你坐这儿，老老实实坐会儿。这次来呢，主要是想和您谈谈这孩子们的婚事。小子年轻不懂事，又第一次谈恋爱，没经验，有些事呢他办的不懂规矩，我已经狠狠地批评他了。您呢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千万不要怪罪他，您要多担待。在这里，我代表小子向您道歉了。您也不用这样，真的。这个什么担待不担待的呀？孩子嘛，长大了翅膀硬了，不听话。不听话怎么办呀？咱当父母的该管还是得管，您说是不是？是，父母都一样。啊，您是哪年的出生1951年7月25号。啊，51年，那您比我大不少呢。我得叫您金大哥吧，行吗？好吧，好，金大哥，咱就不兜圈子了，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啊，我这人喜欢直来直去的。您家的情况呢，我略微了解一些啊，比较困难，但是没关系，是吧？2个孩子都已经结了婚了，咱就是一家了啊。条件不好不要紧，我可以帮衬着。啊，现在他们俩主要就是俩问题，啊，一是房子，2是婚礼。我准备把主卧腾出来，给他们收拾出来当新房，是吧？金亮，你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，差不离打包就搬过来了啊！这老这么分着算怎么回事？别，不，你这不是笑话吗？大妹子，你刚才说让亮亮搬你家去住？对呀，那不搬我这儿搬哪儿去啊？不合适，这不是不合适，那您让他们住哪儿？让他们租房子去啊？让我闺女住地下室啊？爸，你。什么意思啊？房门钥匙，随时去租。什么房子啊？小米。啊，这房子的事儿，你没跟你母亲讲吗？哎，我没来得及跟我妈说呢，我心说等见面了一块儿说。还没说呢，不是你要说什么呀？不是大妹子，我跟你说来。上次我悄悄地走，这次我悄悄地回来，我办了一件大事。什么大事呢？就是给孩子回到北京来买房子，钱我已经交了，你看钥匙我已经拿到手了，装修呢那是现成的，他们2个随时随地可以搬进去住。是我们家的条件不如你们家，但是基本的礼数我们还是懂啊。房子啊、婚礼啊，这都是男方家分内的事，哪能让女方家操心呢？大妹子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头。孩子的婚礼我会办的是顺顺当当、风风光光、红红火火，保证不能给你我2家，对不对？明儿，你可真够可以的，这么大事你也不跟你妈说一声。跟您说什么呀？他爸要买房，你还能拦着不让买呀？再说了，这不是好事儿吗？好个屁！谁稀罕他们家那破房啊？咱家又不是没房。谁让你之前把我撵走的呀？再说了，您要早答应，不就没事儿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合着他们家买房是让我给逼的？您没这么说，但您就是这么做的。成，我这么做的啊！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你就打算真搬过去住是吗？是啊，那房子都买了，我不住谁住啊？那他爸呢？他爸什么时候走啊？走哪去啊？回东北啊！嗨，他爸把东北的房子给卖了，回不去了。他
他爸打算跟你们住一块儿啊？啊，难不成你让他睡大街上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米小米，这事儿坚决不可以。又来了，没人征求你的意见。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了，你别高兴太早。刚才你光顾着你自个儿说痛快了，真的，你都没注意他妈是什么表情，我一直看着呢。他妈那俩眼珠都快瞪出来了，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。你太多虑了，我跟你说，他妈那是唱戏的吹胡子，假生气，假瞪眼。你看房子我也给弄好了，没花他们家1分钱。再者说了，你们俩都领了结婚登记证了，他妈就是再反对，你俩那也是合法夫妻。我怎么就不相信他妈还能搞出什么别的事来呀？你坚决不能让他爸跟你们一块儿住，这事儿你绝对得听妈的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他爸要是跟你们一块儿住了以后，他爸就不会走了。是啊，也没说让他走啊。哎，那他爸这后半辈子这吃饭穿衣养老送终可都成你的事儿了。我知道啊，那也是我跟小亮2个人的事儿，孝敬老人天经地义，您说是吧？哎，敏儿，你可不能犯这糊涂啊！他们家可就俩大老爷们儿，你要真跟他爸和他一块过，你可就成一保姆了。你会干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刷过碗吗？你在妈这儿什么活都不干，娇生惯养长大的，你上他们家当保姆去你？哎呦妈，你能不能别把人家想的那么坏呀？他爸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，棺材本都掏出来给我们买房子，能有几个父母做成这样的呀？不冲别的，就冲这一点，我也愿意伺候他一辈子。好，你愿意伺候，行，你去伺候去吧，你去给人当保姆去吧，啊，将来有你后悔那天。我自己选择的，怨不着谁。哎呦。到。耶，不是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进我办公室来？我让人给我开门打开了，怎么了？不让进啊？不是不让进，这老总办公室不是随便都能进来的。还有我这有很多客户的隐私，你万一到泄密怎么办？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有事儿？我跟你说啊，小亮他爸又来北京了。啊，他爸又来北京了。嗯，知道干嘛来了？干嘛？把老家房子给卖了，说要给俩孩子在北京买套房。哎呀，你别说，小亮他爸这个人真够大气的啊！人家把自己唯一房子卖了，然后卖房子钱到北京给自己儿子买房子用。你缺心眼儿啊你怎么当的律师？怎么开的律师楼啊你？我怎么缺心眼了？什么开律师楼？什么意思啊？他爸这招多阴损坏呀，你看不出来？人怎么阴损了？什么？你听我说啊，哎，嘴上说的是给2个孩子买套新房，可是他把老家房子一卖，他可没地儿住了，他不得住进来呀？不得跟孩子们一块儿住啊？而且我告诉你，这房子买了就付了1首付，以后按揭谁付啊？不是把所有的包袱都推给俩孩子了吗？这还不阴损坏？哦，你阴损说中了，那个人家出发点应该是好的，不过你说有道理啊，是这个玩意儿。哎呀，这又是首付又是按揭的，跟孩子住一起啊。哎，我说老婆，你妈怎么这样啊？太矫情了，让不让人活了还啊？那你说我们南方买个房子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谁家不是这样啊？你说跟我们住一块儿怎么了？我爸能吃了你啊？那怎么就不接受？受不了了，我简直我跟你说，哎呀！好了好了，老公，我看你不开心的。自从咱俩领了证了以后，净倒霉事儿了。咱不想那些不开心的，想想开心的事儿，畅想一下未来。哎，
哎，我跟你说，老公，就那个家电的事儿，我前2天上网看了，新出了一款电视，3D 的，不用戴眼镜儿，直接看就是立体的，可好了。我觉得也不贵，咱就买那个电视。你说你妈怎么那么矫情？我说，就那冰箱啊，冰箱很重要，咱俩得买一个大的容量的冰箱。咱们平时做饭呐、打包啊，还有什么吃的零食啊，都得放。还有夏天我爱吃冰激凌，必须得买那雪柜大一点的，那个自己做冰的，就一摁就出来冰块那种，多好。说南方买个房子不太正常？还有那个洗衣机也很重要，必须得买德国制造的。为什么买德国制造呢？因为它声音小。它烘干的时候根本就没声儿，而且还快，这样到时候你给我洗衣服的时候也不用那么累嘛。那啥，那就算不用他们买了，咱不缺钱呀，我给咱闺女买一套不就完了吗？凭什么呀？哦，咱嫁个闺女还搭套房，怎么你这么上赶着呀？王少华同志，你这个思维有点问题了。你看啊，首先人家爸爸买房子，他不管首付按揭也好，人家好心。当然了，跟闺女住一起，你可能不舒服，不同意，可以。但我给买套房子行了吗？你又不同意，那你说这事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成，你就给买一套。但我告诉你啊，第一要写小敏名，第二必须得算婚前财产，第三最重要的，不许他爸跟他们一块住，就这3点。有点太苛刻了吧？咱闺女能同意吗？你觉得？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回头我跟他说去。啊，你别，你说不好又拧巴了。要说咱们在一起说。哎，咱闺女是139、136呢？6。哦，对。你这当爹的当的什么玩意儿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是想把我爸那点钱全花光。谁说的呀？我自己也有钱。哎。娶个漂亮的媳妇儿，难呐！哎，爸，啊，吃饭呀？好啊，好啊，那我跟小亮一块过去。哦，是吗？哦，不用啊。啊？好嘞，我知道那地儿啊，那就这样，哎，拜拜。吃什么好吃的呀？还不能带我？我爸约了我妈吃饭，这不是明摆着鸿门宴吗？您呐还是躲远点吧，省着伤着你。哦，那我不能去，我要去了成自投罗网了。闺女，想吃点什么随便点，老爸请客。哎呦，今儿什么节日啊？两代冤家愿意在一块儿吃饭了啊？别贫行不行？明儿，孩子，那个。金亮家的事儿，你妈都跟我说了。哼，我就知道是为这事儿。严肃点，说正事儿呢。什么正事儿啊？我看你们俩就没事找事儿。你瞧瞧这孩子惯的，你从来也不管。不是，他是你惯的呀。谁惯的呀？你管好啊。什么谁惯？现在谁惯的就别讨论了。不讨论，对，探讨一下。不是他现在长大了，你能不能管管？不能怪我，就是怎么不能怪你？你是当父亲的。干嘛？站！你瞧瞧，动不动抬屁股就走。你干嘛？你们俩先吵会儿，我出去逛一会儿。我们不吵。什么吵啊？你坐下，你别给我蹬逼上来，快坐，过来，合作。那行，明儿咱就长话短说了啊。就金兰爸给你买房这个事儿吧，我跟你妈都觉得不妥。你也知道，你爸在京城律师圈里也是一线了，年收入很可观。可金亮爸爸呢，人是个退休老工人。什么工人呐？他爸退休前是工长。工长算什么呀？局长挣多少钱呀？部长有你爸挣得多吗？不张扬，好吧，低调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装了，真是装。所以说我就是我们根据各方面考虑，是吧？金亮他爸现在看确实没钱，他如果有现钱的话，不可能卖了房子来帮你们买房子，所以于情于理都过不去。我跟你妈都是善良人，真是同情他，看不过去这个事儿，所以我们俩商量决定，你那个房子钱，老爸出。你出什么呀？那房子钱人家已付了，按揭都开始做了。没关系啊，孩子，他付这钱我全还给他，而且再把老家的房子买回来。如果那个房子因为涨价，这个钱差价，老爸全补给他，你放心，没问题，孩子。
你们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这么做不好啊？行，我看明白了，你们就不希望我们跟金亮他爸一块住，对不对？想撵金亮他爸走。这说什么话？此话差也。想哪儿去了，孩子？孩子，你不明白，人家是个老工人，他爸爸家里就一套房子没了呀。常言说叶落归根，弄老家连个房子住都没有了，太残酷了吧，孩子？人家他爸已经把房子给卖了，你再颠三倒四让回去再把房子给买回来，这合适吗？哎呀，这样吧，我跟你说是这样，他爸老家房子已经卖了，怎么买回来呀？这北京已经买了，那就让金亮他爸就住他自个儿买那房，好吧？你爸呢，给你跟小亮买一套，写你名，算你婚前财产，你们俩住这套，完了吗？行吧？当初跟我不是这样商量，你这个你说变就变了，什么那就完了？什么了？你们俩哪变了？哪变了？行了，你们俩别鼓捣了，别鼓捣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跟小亮的日子怎么过，我们俩自己定，你们俩别掺和。就这么定了。点菜，服务员。再研究，再研究，再研究。哎，你好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这是你这哎，你跟谁掉脸子呢？你这是？妈，我问你，你不跟别人过不去，你是不是心里就难受啊？哎，我跟谁过不去了？我这一辈子就剩替你着想了。好，我再问你，你干嘛鼓捣我爸掏钱买房子呀？你什么意思呀？哎，我什么时候鼓捣你爸买房了？这是你爸自己这么做的，我还不乐意呢。我还跟你爸说呢，我说凭什么呀？人家家嫁闺女都能得一大彩礼，凭什么我们家嫁闺女就得赔一大房子呀？